呢個係我最常被問嘅問題。如果你嘅服務對我免費，咁邊個出糧俾你？你會唔會從我嘅按揭中抽佣？點解我要選擇你而唔係我銀行個專員？喺呢行，透明度係一切。我哋會揭露兩個隱藏原因，解釋點解獨立按揭經紀永遠係比銀行專員更精明嘅財務選擇。首先從我哋點樣收費講起。作為借款人，你無需支付我哋任何費用，標準住宅按揭。相反，係貸款機構 lender 直接支付給經紀，呢個叫做介紹費或貸款發起費。仲要，我哋嘅佣金係基於按揭金額，並且喺行業內係標準化嘅。佢嚟自貸款機構嘅利潤空間，即係話你攞到嘅利率唔會被提高嚟支付我哋。我哋唔會因為比你差嘅利率而賺更多錢。事實上，我哋嘅職責係為你爭取最低利率，以維持長遠合作關係。銀行專員只係一個員工，佢哋只能以一個價格提供一個產品，佢哋自己銀行嘅產品線，佢哋代表銀行嘅利益。作為獨立按揭經紀，我代表嘅係你。我哋有權限接觸超過50間貸款機構，包括主要銀行、Monoline Lenders 同 Credit Unions。當你授權我哋檢查你嘅文件時，我哋會將你嘅資料進行比較，俾你一個針對整個市場嘅全面、公正視覺。你應該經常考慮 Monoline Lenders 單一產品貸款機構同 Credit Unions 信用合作社。Monoline Lenders 專注於按揭產品，佢哋營運成本低，通常可以喺利率上擊敗大銀行0.1%到0.2%。信用合作社通常係靈活性方面嘅最佳選擇。佢哋受省級法規監管，佢哋嘅提前還款罰款計算通常更簡單，並且比大銀行嚴苛嘅利差法 IRD 罰款平得多。如果你打算提早搬屋或轉按，呢個係一個巨大優勢。避免不必要會影響你分數嘅信用查詢。最明智嘅做法係選擇一位專業人士，你嘅獨立按揭經紀代表你進行一次信用檢查。單一次嘅查詢就容許我哋從整個貸款機構網絡中獲取報價同批核，俾你最大嘅選擇權，而對信用分數影響最少。唔好錯失幾千甚至過萬蚊嘅節省機會。你值得擁有最好嘅利率同最優惠嘅條款。等我哋免費幫你處理複雜嘅利率比較工作，即刻去 Liberate.ca 揾我哋啦！